深中通道過嚟中山，一落高速3分鐘就可以返到屋企。更加重要嘅係佢有4代住宅嘅高使用率，但價錢又冇4代住宅咁貴喎。喺生活方面，周邊居住氣氛濃厚，飲食特別多，商圈都唔少㗎。利和、萬象匯、天虹、南下食街、叉橋食街。交通方便，有中開高速、南外環、博愛路，去邊度都唰一聲啊！休閒嘅話，附近就係金鐘湖同埋樹木園，行完山嘆個靚茶，咁先至係人生㗎嘛。仲有啊，人哋嘅書包仔好得食嘅，好多人揾呢個環球都有讀書嘅需求。朗情小，聽得有打得啊！雖然呢個盤唔大啊，但麻雀雖細，五臟俱全，由2棟嘅小高層同埋少量嘅別墅組成，低密度高使用率，綠化 OK， 車位夠使。園林大主打就係精緻咯，佢最主要2個戶型，105方同123方，剛需上車就揀105方，改善舒適就123方。而家唔單止大平層要專梯入戶啊，連123方嘅戶型都需要專梯入戶㗎。呢個電梯間一出嚟，面積全部係擺記嘅。我哋再入間屋度睇睇。123方嘅4房，俾到一個大平層嘅即時感俾你，係咪好正呢？呢個就係現時最流行嘅 LDGK 動線設計。咁一入戶呢，有個係全部擺記嘅冇飄窗嘅房間。咁第2個房間呢，呢度嘅設計將佢打通咗，造成咗一個南北對流嘅小書房啊。咁仲有就係另外一邊嘅客房。中規中矩咧，冇咩睇頭，但係主人房就有料啦。一入嚟呢個主人房咧，你會覺得哇，123方做4房，但係主人房嘅空間唔細喎。原因係佢由呢度開始，呢一邊都係擺記嘅，所以你個主人房咧空間係非常之闊綽嘅。你係可以喺呢個陽台位啦，做個小茶室，做個私人嘅小茶室。然後咧就係佢嘅衣帽間啦，開放式嘅，仲有一個都過得去嘅洗手間。咁如果你哋感興趣嘅，中意東區煙火氣，又或者你覺得佢小書包好啱你嘅，又想一落高速就返到屋企嘅，預算喺13400咁上下嘅大裝修，仲係現樓嘅，評論區揾我啊！